歲打仗和節奏感般緊張。各種故事要說，各有以後理想，只得聲量，人人高低一樣。勞動的聲量行動一致，搖動的景象行動一致，快忘記你是那麼對峙。Everybody move your body， 不自愛會要有激心彼此相似，誰對誰有意思，誰共誰大日子。Everybody move your body， 這世界靠節奏找到一點相似，時間若有意思，全部要大日子，位位都可變天使。嚟到我哋嘅隱魔就盛獻 Canton Pop 321慈善演唱會，多謝，亦都要多謝晒在座嘅咁多位，因為咁多位慷慨解囊先可成就到今日呢一個嘅慈善演唱會，玩得開唔開心啊？聽唔清楚，大聲啲 ！Very good！ 大家係咪好想再重溫我哋今次呢一個 show 咧？冇問題。我哋喺嚟緊嘅3月28號，即係下個星期六咧 ，ViuTV 咧係會播放㗎，所以如果大家想睇嘅話，可以喺我哋 ViuTV 度再睇多一次㗎。再一次多謝晒我哋咁多位歌手，多謝晒 Dancer， 多謝晒 DJ，Thank you， 多謝晒。大家亦都要多多支持人愛堂。我哋今日 show 嚟到呢一度啦。